出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日本时代好野人高显荣，一摆去报警察，报日本大人，讲阮兜昨暝金库封开，廖添丁甲我的金主玉器拢总拼甲无半项。日本大人讲，伊到底安怎样犯案？高显荣才讲个月前，一个讲客话查某囡仔来阮兜饮食头，讲要做厨房煮饭的。我看伊的面孔啊，都幼秀。讲到一句面孔啊，现代书典查无，早前的书典有记载，可能老辈往加减拢会讲。毋过国情谈遮用故事讲出来，互少年朋友做参考。面孔啊，就是外观，就是生长。看面孔啊，就端庄幼秀。高显荣搁再讲，尤其我看伊的神情嘛，真biz杂。神情，这原来早前的书典才查有。神情就是啥？就是伊穿迄束衫，就是伊的打扮，就是伊的穿插，嘛真biz杂。高显荣讲，谁知影讲，这一个月，但阮厨房咧煮饭，都真骨力。谁知影昨暝，所有金库拢打开。好野人有一寡金子玉器，包含讲现金，摕到无半项了后，搁甲留一张字条，写讲我真名正姓是廖添丁。原来我去当着拐棍，哇，这两日拐棍，咱知影讲，但社会咧讲，一般头一项应用都是骗图，第二项，尤其迄种爱情，若当着迄款花花公子的欺骗人的心，咱嘛讲嘿，叫做拐棍。毋过现代书典有影查较无，所以国情讲出来，互朋友做参考。照高显荣的喙，用剧情甲大家探讨。当然啦，高显荣讲来到遮，日本警察大人双手就揠毛。哇，讲到即句揠毛，咱知影手放伫后壁。现代书典原来刊得有记载。当然，伊就是表示讲人伫咧激头壳，伫咧想代志。行进前，骹步行倒后。日本大人咧想讲，甲高先生教。到底你所在廖添丁是一个人犯案，也是讲有人甲按摩教？哇！日本人咧讲台湾话，按摩这句原来早前的书典才有记载，就是讲有人咧甲伊斗暗砍。当然啦，互相朋友中间若有迄个秘密，咱嘛都爱小按摩呢。尤其细汉咱知影讲，小弟若做歹代志，兄哥拢会斗按摩，唔敢互老爸知。按摩就是暗砍，原来早前的书典才有记载。国情借用高显荣的故事，互大家参考。原来互我想到，早前就一句俗语讲：你唔是廖添丁，我嘛唔是高显荣。有影这站故事精彩啦！